先说说该如何进入这虚天殿吧。韩老弟，可听说过虚天残图？哎呀，金兄就莫要卖关子了，听得小弟心焦。这虚天残图呢，是进入虚天殿的路引。传说平日看上去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锦帕，但虚天殿一旦开启，就会指引去向。若是没有此物，想在这茫茫大海上寻找虚天殿的位置，犹如痴人说梦喽。锦帕，不会真是这东西吧？所以说，这天与福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虚天殿远在天边，可这古秀遗迹是近在眼前啊！